时情报部门针对3个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发布了间谍风险警告。在比利时，中国的小米、OPPO 和 OnePlus 品牌智能手机深受消费者欢迎。然而，国家安全发言人警告消费者，这些品牌在使用时会构成潜在的间谍威胁。印度和中国的高级军事官员会晤，以缓解两国之间有争议的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。印度外长加尚卡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，边界紧张局势对中印关系生产了负面影响。加上卡尔在声明中警告中方，任何单边行动都是不可接受。美国司法部宣布，俄罗斯黑客是去年针对公共机构的太阳风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。司法部指，事件最早发生于2020年5月，黑客利用太阳风公司的软件入侵多个美国政府部门网络，其中27名检察官办公室有最少一部电脑成为攻击目标。格陵兰上周流失至少85亿吨冰。随着北极地区持续升温，北美洲丹麦属地格陵兰正在经历今年最严重的融冰，但是3月27日的融冰量就足以让整个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的美国佛罗里达州淹没5厘米。在乌兹别克斯坦，议会上院参议员批准了强制性疫苗接种法。根据新规定，如果有传播危害国家人民的传染病的危险，经国家首席卫生医生决定，将对人口实施强制疫苗接种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周五表示，将要求有意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披露更多信息，包括清楚说明是否有海外上市许可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特别指出，中国企业利用空壳公司规避中国限制外资取得其产业所有权的规定。社交媒体巨头推特刚刚发起了一个新的漏洞赏金项目，公司求助于黑客来解决有争议的自动图像剪彩问题。社交媒体平台将奖励发现算法错误的黑客。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第8天传统射箭男子个人决赛中，土耳其国家弓箭手梅迪加索子以6-4击败意大利选手，获得金牌。这成为土耳其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，也是土耳其射箭的第1枚奥运奖牌。